歡迎大家嚟到世界360。嗱，啱啱羅兵咸永道最新嘅估算啦，就係話香港今年嘅財政赤字咧，只係得2億元啊，即係-2億啊，比舊年嘅呢個800億元真係少咗好多好多。嗱，其實香港嘅局勢、香港嘅財政穩定咗落嚟咧，可以話係一個必然嚟嘅。但係咧，喺呢個時候，與此同時我哋睇到香港竟然係有機會再出發啦。然而咧，呢一個係一個偶然嚟嘅嚇。嗱，點解我哋咁講呢？首先我哋講翻香港嘅情況先啦嚇。咁就我哋睇睇啲基本嘅數字。嗱，羅兵咸所最新嘅估算咧，就話賣地收入咧就係130億元，而政府預估嘅係210億元啊嘛，即係少咗38%啦。咁香港今年都估少好多賣地收入嘅。嗱，最重要就係呢個部分就係利得稅同埋薪俸稅嘅收入咧，會達到咧2820億元嘅，就比原本嘅2970億元咧就少咗5%嘅。然而咧，受到呢個股市暢旺嘅帶動咧，印花稅嘅收入咧可以達到1000億元嘅，比預算所估計嘅670億元咧就高出咗48%嘅。嗱，其實咧呢一啲賣地同埋嗰個股市咧都會可以好浮動嘅兩個數字，但係其實最重要我哋睇咧就係話呢個利得稅同薪俸稅咧有2820億元啊！嗱，呢個部分真係好重要啊！點解咧？因為其實經歷咗2019年嘅事件到後面嘅疫情之後啦，其實香港都幾傷嘅。但係其實原來香港嘅主體咧嘅經濟咧都係有一個程度係好穩健咁運作，有產生咗大家咁多嘅利得稅同埋薪俸稅喺度嘅。咁呢個就當然啦，同香港以前咁多年打落嘅底有關啦。即係呢啲叫做爛船都真係仲有3分釘。咁但係咧，其實因為過去呢5年啦，可以講呢3-4年啦，大家都俾一種負面嘅消息所會影響咗嘅，就係譬如話街鋪好多啊，零售市道好差咁樣。嗱，呢一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商鋪商廈嗰啲全部都係唔好嘅，呢個係事實。再加上咧啲恒生銀行又話爆煲啦。喺咁多種負面嘅消息夾雜之下咧，香港仍然可以交出呢一張成績單嘅話咧，即係證明就係話其實個經濟大部分主體咧都係 OK 嘅。然而咧，我哋必須要接受一個事實就係話，地產經濟已經成為過去嘅啦嚇。不管係香港也好，中國也好，甚至乎外國，例如而家加拿大嘅嗰個樓市冧晒啦，咁英國都好疲弱啦，開始都。咁澳洲就炒得好勁，不過準備都冧噶啦嚇，因為呢啲咁嘅過咗個泡沫就後面就冧落去噶啦。咁所以呢個地產經濟咧，真係已經成為一種過去嘅模式噶啦。咁而轉入去新嘅經濟模式啦，我哋有一個籠統嘅叫法就叫做咩知識型經濟。其實呢個就係涵蓋好多範圍嘅。反正簡單嚟講，咩叫知識型經濟咧？只要你唔係地產型經濟，啲人咪統稱你叫得好聽叫知識型經濟咯。反正我哋睇嘅就係錢呢個稅收入去達到2820億元，即係話各行各業加起嚟都係有呢一個收入咁樣去嘅。OK，呢一個就係香港自己自身嘅一個條件啦。另外一個造成香港可以財政嗰個赤字減低嘅話咧，就係真係多少都係受惠於中國呢個因素嘅。點解咧？因為其實點樣受惠法咧，你又好難計得出一條數。今次我哋嘅節目咧就冇話投入到好難話提出一啲好有說服力嘅數據去證明，因為其實呢啲數據你中國你都攞唔到嘅有啲嚇。最重要就係咩咧？今次我用個邏輯去睇一件事，好簡單。點解話受惠於中國咧？因為中國有14億人口。我唔係講14億人口係過嚟消費啊，14億人口都有水分㗎嚇。14億我講打個8折可能得12億人口，甚至乎12億人口都有人話多，我再打個8折係得10億人口。咁呢個10億人口裏面咧，我哋通常計一個社會咧，大概2% 係高端人口啊嘛，即係話差唔多有成2000萬人口咧係即係有錢嘅人嚟嘅。其實咧呢個2000萬人口咧係一個好龐大嘅中產高消費層嚟嘅，因為你睇下喺外國英國嘅人口都6700萬啫，法國咁巴閉都係6800萬人度啫。咁喺德國都係9000萬人口，加拿大都係4000萬人口。我哋講嘅2000萬人口，差唔多接
差唔多接近佢哋1/3人口、1/4人口咯喎。咁你其實諗一諗啊，香港如果係咁靠近呢個中國裏面嘅時候，呢2000萬嘅精英人口點都會多多少少咧，佢都會過嚟，有機會過嚟，嚟咗你都唔知，或者佢未唔使嚟，或者從事一啲商業嘅一啲活動嚟香港做嚇，或者嚟唔好過嚟消費啦。總之你因為同佢近咧，你點都會係攞到啲着數嘅，就係咁簡單。即係正如好似加拿大同美國一樣，美國全球最大經濟體，加拿大喺佢隔離嘅話咧，你點都喺隔離，你都會有啲往來嘅。加拿大都攞到好多隻數嘅咁樣。咁更何況啊，香港到目前為止仍然有着呢一個國際平台嘅優勢啦，所以其實啲錢來錢去都好難睇到條數嘅。咁所以我哋就係話呢兩個因素啦，香港自身嘅條件同埋中國嘅條件啊，就造就咗而家香港今日穩定翻落嚟嚇。同埋咧，另外一樣嘢我哋睇到個指標咧，就係話香港嘅租金咧就係持續咁上升嘅嚇。縱使樓價咧就唔可再升嘅啦，就有價無市。但係租金咧就一路係咁升上去，即係緩步咁升上去。即係話其實有一定數量嘅人係過嚟呢度住，有嗰個市場需求喺呢一度嘅嚇。好嗱，跟住再落嚟咧，我哋睇翻就係話點解香港有機會重新再出發咧？其實都係嚟自於呢個國際形勢，因為你見到啦，即係呢啲Trump 實施呢個貿易制裁之後，呢啲咁嘅關稅搞到好多國家都好理氣，尤其是啲咁嘅英國啊、加拿大，今次最明顯啦。我哋睇到佢即刻寫出2張投名狀，就靠中國去做貿易啦。而事實上呢啲咁嘅國家，佢哋除咗同中國之外，世界上第二個貿易嘅可以做貿易夥伴都係中國嘅啫，因為經濟係全世界第2大經濟體啊嘛。而家咁你諗下啦，對於加拿大嚟計，只要過嚟你嗰度買你啲葵花籽油，買啲龍蝦就搞掂啦。成個嗰個有一個叫沙省，佢用嚟生產葵花籽油嘅，成個省都係百零萬人。咁百零萬人唔係個個種葵花籽油㗎。咁你諗下啦，呢個咁嘅人口數量，種得幾多葵花籽油啊？中國10幾億人口，10億啦，我講佢買你呢個咁嘅百零萬人口所生產嘅葵花籽油，真係跌咗嘅錢都唔止呢一個啦。咁喺東岸嗰邊喺加拿大就話捉咗好多龍蝦，咁啊買過嚟，嗰啲咁嘅省日都有幾廿萬人口嘅。咁你諗下，即係佢幾容易將你打發走啊？係咪先？嗱，咁因為呢個因素啦，因為呢個貿易戰因素，所以呢啲國家好多都要轉翻個頭，要揾翻中國去做 deal 啦，即係做貿易啦。然而呢個時候咧，當你一要同中國做貿易嗰陣咧，香港又係一個最好嘅平台俾佢哋去用嘅嚇。咁所以咧，我哋就係話呢個貿易戰嘅原因咧，就真係導致香港咧，真係咪叫鹹魚翻生咧？呢個國際嘅貿易平台當然唔可能好似以前咁發達噶啦，但係咧會重新俾人使用嘅。所以我哋之前就係話香港點解可以重新再出發咧？就係呢個道理啦。嗱，各位網友，你睇下咩意見？可以寫低喺我哋呢個今日嘅個留言嗰度嘅嚇。好，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先，下次見。